如果世界上最著名的動作巨星之一，人生最初幾乎一無所有，會怎樣？如果那個曾讓數百萬人一邊大笑，一邊看着他獨自對戰20個人的男人，曾經也只是一個努力尋找自己人生位置的孩子，會怎樣？而如果成龍一生真正練就的最強武器，並不是他的拳頭，而是一次又一次重新站起來的能力。這不僅僅是一個功夫巨星的故事，這是一個來自香港的小男孩的故事。他曾與父母分離，經歷了多年近乎殘酷的訓練，遭受過足以毀掉職業生涯的嚴重傷勢，在好萊塢經歷過拒絕。然而，他卻奇蹟般地把痛苦、恐懼、失敗，甚至一次次骨折，都變成了改變世界動作電影的傳奇事業。這就是成龍非凡而傳奇的一生。成龍出生時的名字是鎮港生莊抗成，1954年4月7日出生於香港，當時全是英國殖民地。他的父母是陳志平和鄭麗麗。在成龍出生前後，他的家庭生活非常拮據。據成龍後來回憶，他的父母當時甚至需要借錢支付他的出生費用。想象一下，這個小男孩甚至船沒有來到這個世界，他的家人就已經在為生存而掙扎。但沒有人能夠想到，這個剛剛出生的孩子，最終會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電影明星之一。他的父親曾做過廚師，母親則從事家政工作，而他的父母也曾經歷過從中國大陸逃離，前往香港重新開始生活的動盪歲月。成龍的童年並不是一個好萊塢童話，沒有豪車，沒有成功的保證，只有一個家庭努力活下去的現實的一蘊。其中全包括後嚟成為香港電影傳奇人物的洪金寶以及元彪。成龍在哪裡學到的？不僅僅是如何打架，他學會了如何摔倒，如何移動，如何表演，如何讓疼痛變成笑料，而也苦最重要的是如何重新站起來。多年以後，這些技能將成為他整個電影事業的基礎。17歲時，成龍離開了戲劇學院，但問題來了，傳統的京劇和戲曲表演行業正在逐漸衰落。他花費多年時間練習的那些技能，突然之間並不能保證他擁有一個穩定的未來。於是，成龍進入了香港電影行業，而他一開始並不是我們今天認知的那個超級巨星，他從事的是替身和特技表演。那時的他年輕、貧窮、充滿野心，而且願意去做其他演運不敢嘗試的事情。然後，一件非凡的事情發生了，成龍開始出演一些與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功夫巨星之一有關的電影。他的名字叫李小龍。對成龍嚟說，這不僅僅是一份工作，這是一個可以近距離觀察傳奇人物的機會。但是成龍很快意識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不能成為另一個李小龍。李小龍有足於自己的風格，而成龍必須找到自己的道路。於是，他創造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動作電影風格。他沒有讓觀眾只是害怕英雄，而是讓觀眾在英雄被打得滿地亂滾的時候，哈哈大笑。他把武術、身體喜劇、精準的節奏、即興表演，以及令人難以置信的特技動作，全部融合在一起。突然之間，被一拳打在臉上，都可以成為笑料。
從樓梯上滾下來，也可以成為笑料。拿椅子打架，拿梯子打架，拿桌子打架，拿瓶子、棍子，甚至隨手找起家裏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變成一場精彩的動作戲。成龍仿佛看着一間普通廚房，然後問：這把椅子有多少種方式可以讓我差點送命？而觀眾愛死了這種風格。但成為成龍，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世紀80年代，成龍開始嘗試進入美國電影市場，而好萊塢並沒有立刻接受他。當時的成龍已經是亞洲巨星，但美國市場完全不同，語言障礙、文化差異、對亞洲演運不同的期待，以及他需要找到集合自己的美國電影路線。一些早期的美國電影項目並沒有達到他期待的成功，於是成龍做了一件很多人可能會認為是失敗的事情。他回到了香港，但成龍未有把回家看成投降。他繼續拍電影，繼續嘗試，繼續學習，繼續改變，繼續進步，最終他的堅持得到了回報。然而，成龍喜劇背後隱藏着更加黑暗的一面，他的身體幾乎成為了成功的代價：骨折、推臼、割傷、燒傷、腦震盪、背部受傷、肩膀受傷、腿部受傷、手指受傷、臉部受傷，而其中一次傷勢甚至差點奪走他的生命。1986年拍攝《龍兄虎弟》期間，成龍從樹上墜落，遭受嚴重的頭部傷害。他後來回憶說，自己曾昏迷7天，醫生甚至擔心他無法活下來。想想這一點，那個我們在電影裡看到從高樓跳下、從建築物上飛躍、衝窗戶穿過的男人，差一點就因為一次特技動作而失去生命。然而，他回嚟了，他繼續工作，繼續表演，繼續讓全世界的觀眾大笑。成龍後來也承認，這次經歷讓他意識到，即使看起來很簡單的特技動作，也可能極其危險。於是他的原則變得更加明確：準備、練習、尊重危險。然後，真正的突破來了。1995年，成龍再次進入美國市場，主演了《紅番鷗》。當這部電影於1996年在美國上映後，成龍突然不再只是一個亞洲超級巨星，他成為了真正的國際巨星。然後，一部電影改變了一切。尖峰時刻，成龍與克里斯塔克搭檔，兩個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一個嚴肅的香港警察，一個話多得停不下來的美國警察。而奇妙的是，他們竟然完美地配合在了一起。這部電影成為全球商業上的巨大成功，並最終發展成為一個電影系列。突然之間，好萊塢終於明白了亞洲觀眾多年前就已經知道的事情：成龍不僅僅是一名功夫演員，他是一名表演者，一名特技演員，一名動作編舞師，一名電影製作人，一名歌手，也是一個不需要越1000句話就能讓全世界觀眾理解他的娛樂大師。而這裡船有一件很多人忘記的事情：成龍不僅僅是演員，他船擔任過導演、製片人、編劇、動作指導，親自完成大量特技，甚至唱歌。沒錯，
成龍也是一名職業歌手，他發行過多張專輯，聘用不同語言演唱歌曲。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他也參與了演出，而他的創造力並沒有停留在電影行業，他旋涉足多個商業領域，包括餐飲、服裝與相關商品、娛樂公司、電影院等。據相關資料，成龍還與耀來集團旗下的相關投資項目合作，在北京建立了以成龍品牌命名的電影院項目，並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國大型影院網絡的一部分。他旋參與教育、娛樂等多個項目，所以那個曾經擁有很少東西的小男孩，最終並不僅成為了一名演員，他圍繞自己的名字建立了一個宏大的娛樂事業版圖。但也苦，成龍事業中最令人佩服的地方，並不是他打出了多少拳，而是他經歷了多少次失敗。成龍經歷過拒絕、好萊塢的拒絕、事業上的不確定、嚴重的傷勢、身體上的極度疲憊、個人生活中的創，以及那些行業並沒有立刻接受他的時刻，但他始終不斷調整自己，這就是他的故事與眾不同的地方。他並不是因為每一扇門都向他打開才獲得成功，而是因為當一扇門關閉時，他尋找另一扇門，而當另一扇門也關閉時，他乾脆自己建了一扇門。成龍的個人生活同樣經歷過幸福與痛苦。1982年，他與台灣演員林鳳嬌 Jolin 結婚，他們育有一個兒子房祖名 Jesse John， 後來也進入了演藝和音樂行業。成龍還有一個女人吳卓林 Eda Ngjaklam， 她出生於1999年，母親是前香港小姐冠軍以莉，這是成龍婚外關係所生的女人。成龍後來公開承認，那段關係是自己人生中的嚴重冷之一，而他與吳卓林之間的關係一直比較疏遠和複雜，這也成為成龍個人生活中最痛苦的篇章之一。所以，在那個總是面對鏡頭微笑的超級巨星背後，其實也存在着另一種現實。名氣可以讓你變得富有，可以讓你成為全世界認知的人，可以讓你的臉出現在世界各地的電影海報上，但名氣並不能自動讓每一段關係都變得完美。成龍自己的經歷告訴我們，即使一個人擁有非凡的成功，也無法完全逃避遺憾。最終，那個曾經需要別人說服好萊塢接受他的演員，開始得到整個電影行業的認可。成龍在職業生涯中獲得了數百項獎項和榮譽，涵合表演、導演、編劇、動作設計、特技等多個領域。但其中有一個獎項尤其特別。2016年，成龍懷得了奧斯卡榮譽獎，這是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對他長期電影貢獻的最高級別認可之一。當成龍最終站在台上，手裏拿着那座奧斯卡小金人時，他手裏拿着的不僅僅是一座獎盃，那裏面裝着幾十年的痛苦，幾十年的拒絕，幾十年的傷痛，幾十年的努力。電影學院認可了他作為電影動作藝術先牛和傳奇人物的貢獻。經過超過半個世紀的電影生涯，那個曾經來自貧困家庭的小男孩，最終站到了國際電影界的最高榮譽殿堂之一。這裏旋有一些很多普通觀眾並不知道的有趣事實。
成龍最初並不是專門為了成為好萊塢動作英雄而接受訓練的，他的根基來自京劇和傳統舞台表演。他學習的不只是武術，他的訓練全包括雜技、唱歌、表演、柔韌性、舞台技巧，以及極其嚴格的身體訓練。而他之所以成為世界巨星，部分原因就在於他創造了一種與李小龍完全不同的動作風格。李小龍給人的形象是強大、冷靜、充滿壓迫感，而成龍則經常是脆弱、方丈、搞笑，但同時又極其聰明和富有創造力。成龍在職業生涯中遭受過數量驚人的傷病，而他曾表示，1986年拍攝《龍兄虎弟》時發生的頭部重傷，是自己最嚴重的傷勢之一。那次事故讓他昏迷了7天。成龍也一直對商業非常感興趣，他的事業早已不僅限於電影，全擴展到了電影院、娛樂、商品、餐飲以及其他商業項目。與此同時，他也投入了大量精力參與慈善事業。1988年，他成立了成龍慈善基金會，支持包括青年獎學金、災害救助等多個領域。他旋通過慈善活動，支持學校和教育項目，但也苦。這才是成龍故事中最美麗的一部分。成龍並不是因為從來沒有摔倒過才成為傳奇，他成為傳奇是因為他一次又一次摔倒，卻又一次又一次站了起來。他從建築物上摔下來，從樹上摔下來，撞碎玻璃，滾下樓梯，摔穿桌子，衝過窗戶。有時候，他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下一秒會撞進什麼東西。但每一次他重新站起來，都創造了一個讓觀眾永遠記住的電影瞬間。他的生命幾乎就像他自己拍攝的一部電影。一開始，英雄看起來毫無力量，然後事情開始失控，接着情況變得更加糟糕，然後一切看起來都已經不可能。英雄被打倒，他累了，他受傷了，觀眾開始想，他這次不可能再站起來了吧？然後成龍站起來了，這就是他的故事。從香港一個貧困家庭中的孩子，到經歷殘酷訓練的少年，從京劇學校到電影特技演運，從受到李小龍影響，到創造屬於自己的獨特動作喜劇風格，從好萊塢的拒絕，到成為國際超級巨星，從一次次骨折，到最終懷得奧斯卡榮譽獎。成龍的一生證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成功並不一定需要一個完美的起點，有時候成功開始於你什麼都沒有，卻仍然願意繼續前進。你可以被拒絕，你可以失敗，你可以受傷，你可以失去機會，你甚至可能走到一個階段，覺得自己的夢想已經不可能實現，但是只要你願意學習，願意改變，願意努力，並且願意，那麼你的故事就算沒有結束。成龍曾經必須為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而奮鬥，那個時候世界甚至全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今天他的名字已經被全世界認知。也苦，這才是最令人感慨的地方。
那個曾經擁有如此知曉的小男孩，最終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一件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東西：歡笑、勇氣、想象力，以及一種信念。即使生活把你狠狠擊倒，你依然可以重新站起來。因為成龍教給觀眾的，不僅僅是如何戰鬥，他教誨我們如何微笑着面對跌倒，如何帶着血心重新站起來。而這就是為什麼成龍不僅僅是一位電影明星，他是一名把苦難變成娛樂，把痛苦變成傳奇的幸存者。感謝大家觀看。如果成龍不可思議的人生旅程給了你力量，別忘了給這支視頻點讚、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稱，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下一段關於奮鬥、堅持以及非凡成功的真實勵志故事。也請把這支視頻分享給那個此刻正需要希望的人。我們下一期精彩故事再